午早来阮遮佚佗是毋？看你的穿插，敢若对外有影来。哈？你是专工来找我开讲，想要知影阮在地故事？你内行诶？人讲食肉食三层，你若要听古，着爱找老人。我足有会啊！古早人叫我打高山、茶山、高山，即阵人叫我寿山。你问阮遮地号名由来哦？荷兰时代，阮遮有爬埔族马卡岛的塔阿高声，汉人来用汉语谐音写做打狗，文字意思是拍狗，真侥幸。阮遮有拍狗，家己有拍猫，袂输台湾的原住民拢咧虐待动物咧。若日本的行船人是用我打鼓山的名，下因的谐音来号名，用的汉语读做台语就是鼓沙。1920年，日本用较雅气的汉语甲阮改名，音相像，台语读做高雄。阮高雄的发展是为我对面的基顶起头的，英国叫做基后。汉人就是伫遐起山的。讲到遐个汉人，实在食人教教。你都毋知因欺负爬埔的有偌忝，遐个马卡岛人有偌可怜。汉人嘛偏向西洋人，认为因汉文化上好。讲实的，论品行，汉人因怪人的一切；论风俗，因会刣查某婴，嘛会食人肉；论道德，若有船落咱钓伫海墘。无论在地外国的，因随便做海贼，抢物件、拍人，甚至杀人嘛敢。借问咧，安尼敢有较文明？讲到基后，我就会讲到孟仔国医生。自伊1865年来咱台湾了，咱即个海事才开始有西医，嘛搁再听到基督的福音。本地伊伫台南发展，落尾煞来阮遮。我看伊安尼用心照顾阮遮的人，足感动的。伊嘛引进白话语呢，互台湾人学着汉语以外的文字，知影世界的潮流，像讲动物保护、男女平等，迄是比读汉语的捌搁较济哦。马医生阁有一项贡献。1871年，伊邀请汤姆森来咱台湾行脚花，带伊去侪所在翕相，嘛有来阮遮。这是国际头摆看到台湾真正的形。你敢知影咱台湾上早的电火条仔伫台设的？毋是伫台北哦，是伫阮遮。1855年的事，有3间美国公司甲中国台湾岛签秘密契约，通使用阮遮的港口。毋过，因嘛爱提供炮船来对抗外有影的海贼。过当年，马菲努尼船长就完成码头的设备，有采电火条仔，日时升美国国旗，暗时点电火。这比1888年老兵团设的搁较早咧。要讲的也真济，凡说你直接去看19世纪西洋人写的册，较紧较清楚。像毕克林即个台湾通，还阁有本身是领事的博物学家孙云福，真济人拢捌行骹到。看无共文化的人写因对台湾的观点，是介深刻。歹势，甲你讲遮济，希望你无气嫌。哈？你问我看世事演变了的感想？唉，我伫遮遮尔久啊，看遮济人来来去去，伫历史的台仔顶上台落台，但因拢无去啊。草头仔较若青叶，
嘛死啊！我是感觉台湾人着要知影家己的历史，才袂互牵咧戆戆说，认同错误。我看着台湾，若互对方磕着，就凄惨落魄。郑成功、清国、中华民国拢共款，总是历史的空喙会坚皮。若愿意伫遮徛起，无论是原住民还是汉人，西洋人还是东洋人，恁着好好啊起诉家己的国家，有家己的语言甲文字，有家己文化的底子，安尼。